袁師傅，對於今次得到2024年世界廚藝比賽嘅5面金牌，你有咩感想？好感謝榮哥俾次機會我參加呢個比賽，得到5個金牌，我對於點心呢個研究冇白費到。咁師傅，除咗研究創新點心，你仲有咩得意作品冇？今年的中秋，我想創作一款關於家的月餅。我細個時呢個節日係好隆重嘅，我哋全家人大家一齊過節，一齊食飯，食完飯每個細路出去攞燈籠去玩賞月，然後大家切月餅分月餅食。但係而家好似越嚟越少人珍惜呢個節日啦。所以我想創作一個月餅，令大家想起家人團圓的美好。咁師傅，今年嘅中秋節，你會唔會同你屋企人一齊過？佢哋在外地工作，應該冇返嚟。爺爺，阿爸，我哋返嚟啦。好，嚟試下老豆整嘅月餅。食月餅，賞月光，家好月圓慶中秋。榮哥祝你中秋節快樂。